高王子，然後就係呢個順風順水啊，最後啲咧見到有呢只啊，跟住就呢個莫卧王子啊，然後就係有啊步步精啊，跟住係呢個慶祝啊，風雷金剛藍天寶啊，最後啲先見到呢只紅冠啊，皇冠統帥啊，好日子啊，然後就係呢個威逼啊，國泰民安同埋天王星喺個尾度嘅。而家跑咗400米啦，見到順風順水已經帶出嚟，接邊有成2個馬位㗎啦，守住第二位風雷金剛，跟住就好好王子守住第3，莫卧王子守住第4，最後啲先見到有慶祝啦，好日子啊，步步精啊，跟住啊呢個係威逼啊，然後就係皇冠統帥藍天寶紅冠啊，呢個國泰民安天王星喺個尾度嘅。而家開始轉銀禧灣嘅時候，順風順水扯放扯流轉有2個馬位嘅，跟住喺第2位就係好好王子啊，最後啲咧見到有呢隻慶祝啦，然後就係有啊，跟住咧。就係呢個威逼啊，最後啲先至見到有呢個風雷金剛啊，然後就係莫卧王子、皇冠統帥，跟住先見到有藍天寶啊，然後呢個步步精啊、紅冠啊、國泰民安、天王星包尾嘅。去到轉彎中間嘅時候，秩序冇咩變動嘅，仍然係順風順水喺前面放下放下。而家好好王子已經衝上嚟拍住佢㗎啦，跟住呢就係有呢個莫卧王子揾緊位啊，然後皇冠統帥啊、大外檔呢個係好日子啊咁樣嘅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，見到呢個好好王子已經係脫穎而出啦，皇冠統帥幾個戰步已經衝緊上嚟啊，跟住啊有呢隻。係莫卧王子啊，紅冠啦，然後就天王星啊咁樣噶。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，好王子仲係前邊少少啊，跟住有呢個天王星外檔喳喳殺跟上嚟噶，然後皇冠統帥咁樣嘅。終點再望嘅時候，天王星衝完相當強，衝上嚟幾個戰步拍住好王子鬥嘅。過終點第1名係天王星，第2名好王子，第3名係皇冠統帥。賽事嘅結果爆出冷門啦！天王星241個2嘅獨贏彩金，活斷喺外檔嘅衝勁相當強㗎。好好王子呢已經係佔先咗好多，但係俾阿天王星幾個戰步呢已經衝上嚟越過咗佢。好好王子跑翻個第2，皇冠統帥第3㗎。老師真係唔係幾夠運啊！呢場啊騎得好，又第2，以為贏啊，睇得直路係贏㗎啦。呢場騎得幾好啊！係啊，撞咗隻地雷係嘛？一口空咗地雷，真係撞咗地雷啊！呢個天王星，你話佢啲氣輸幾多場啊？喺1600佢都氣跑幾場跑得曳啦。不過啲飛都唔啱數，佢20倍啊！呢隻好好王子真係跑得好好㗎。最近一氣跑3場1600㗎，呢隻天王星，3場都4甲不入㗎。所以話啲飛唔啱數啦，佢20倍呢鋪係。